大家好，欢迎来到海洋囡仔台语小教室，我是欧的谢明佑。欢迎大家收看《海洋囡仔》，各位来看哦。今仔日听海洋讲台语是要来介绍《海洋囡仔》这张专辑里面比较有典故的单字。首先，海洋。海洋是什么呢？海洋就是金鱼。那为什么要用昂这个字来形容金鱼呢？昂不就是昂塞那个昂吗？因为金鱼在叫的时候有一点像声呐，昂，所以这个形声字在我们讲它海昂是这样来的。写歌词的时候呢，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就有谈到海昂的巴肚亲像大水龟，我们看到金鱼大概是这个形状的。好，你说它是极大的河豚，也很像，只是它没有刺。过来，蜜小水就是躲猫猫，就是捉迷藏。蜜就是喜欢呢躲起来，好，这就是蜜。啊，小吹吹有一点，这个字呢是揣测的揣。揣测的揣，有点在猜，好像在找一样。蜜小吹就是捉迷藏。然后我们来讲一个例句好了。蜜小吹上惊做鬼，大概拢找无，找无的慢慢好。卡车片，卡呢就是卡称。这个卡这个字，我们常常在卖牛仔裤的，尤其一些卖日本牛仔裤，会特别用这个字，就是屁股的意思。恰。恰就是脊椎骨，偏呢，就是肋骨这一片，那刚好背部也有肋骨的另外一面，所以卡恰边连起来就是整个背部。那我们举例以前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你读册是拢读去卡恰边就是说读书没有真的读进去脑子里面该运用的时候用不到你读册读到卡恰边去。今天的海洋囡仔就到这边，有兴趣的朋友要记得，除了购买专辑之外，还要到山川娱乐 YouTube 的频道订阅哦，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啦！感谢大家，下次见。后摆再相会哦。